过来看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、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，还有应晓薇、李文忠4个人交保，检方是控告成功，高院发回庭裁。下晡3点是搁再开庭。针对郭文哲的部分，检方是以交保无法度防止被告倒口供等等的理由，建议继续羁押禁见。没钱要押你，觉得需不需要拿出更多证据？ 面对提问无回应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过今日法庭，牵涉警发省案证伫现金案，互人起诉了后，以3000万交保。不过北检不服提出控告，台湾高等法院认定控告有理，29早起撤销发回，台北地法院下晡快速调开羁押庭。有逃亡、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，那再来就是原判决预支的拒保金额跟被告 等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，还有犯罪所得的金额是否相当，是否足以拘束被告4人？几大关键理由包括高院认为无说明无需要羁押的必要性，无具体说明是安怎举报等手段，就会当防止被告逃亡，所以撤销原裁定。台北地检署终于先排了，就是要押柯文哲，押到他出不来。 检方建请羁押郭文哲主攻疑方套口供提出关键的问题，伊回答拢无明确。甲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的谈话内容讲无清楚、袂记哩，怀疑故意留对话空白，嘛提起伊的生活、工作、交朋友无法度避免接触共犯证人。国讲柯志如负责郭文哲刑庭财务大细项，目前已经出境，若是郭文哲交保，可能指挥事信套口供，甚至甲人杀出来打罪。 3位检察官谈的很多大部分都还是在陈述他起诉书的内容，连审判长都提醒他们，今天是在谈要不要羁押的问题。 面对北检论告，郭文哲定常讲家己无套口供的记录，批评检察官办案有偏见，根本伫对杀，有针对性。国讲领做保金搁增加，说来可能爱卖新得的地，也是甲即卖主题提起抵押贷款借钱。记住有没有双重国籍？有2本护照吗？ 包含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沈庆京、郭文哲前竞总财务长李文忠，原来的交保裁定同款，互人撤销发回。 其中，应晓薇阁互高院认定有相中护照，也有逃亡的顾虑。不过，伊透过律师声明，当初对亲人移民有加拿大国籍，2010年底当选市员了后，就已经申请放弃国籍，无第2本护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